新疆之旅，我哋用咗19日旅遊東疆自由行，起點由哈密、鄯善、吐魯番，最後到達烏魯木齊。旅程當中可以了解新疆文化，自駕遊往哈密、伊吾嘅循環線，深入沙漠高原，行走舊日嘅絲綢之路，更加可以享受現代新疆人嘅生活方式。一早坐大巴由香港經深圳灣口岸往寶安國際機場，行程好暢通。從香港嚟喺屋企到登機口，全程用咗1個半鐘頭。韓機先短暫停留龍南，然後再直飛吐魯番。6個半鐘頭之後，我就平安到達新疆吐魯番。到達酒店已經係晚上7點，簡單食咗新疆出名嘅拌麵，咁就返酒店休息啦。一早起身，天氣非常好，我哋就坐火車去哈密，我哋嘅第一站。火車沿住天山山脈行走，感覺好奇妙。到咗哈密啦，第一時間 check in 嘅酒店先。咦，睇落出邊都幾熱辣辣喎！第一餐當然要食新疆菜啦。新疆美女、新疆舞蹈同埋新疆音樂，最後梗係要睇埋新疆嘅餐牌啦。甜品居然寫咗歡迎到新疆。食完飯，我哋就去哈密全民健身文化公園散步先。呢度居然真係有好多健身器材，適合唔同年齡層。仲有一個好大嘅露營車停泊營地。呢度仲見到左宗棠紀念碑，可以了解清朝時期嘅歷史。跟住我哋就參觀哈密奇石宴。呢度所有嘅菜式都係由類似食物形狀嘅石頭擺設而成。睇落真係好似好食得。行過隔離就係哈密回王府，呢度有300多年嘅宮廷建築群，完美融合咗漢式同埋維吾爾伊斯蘭嘅建築風格。晚上我哋就去咗擁有濃郁西域風情嘅阿勒團古街。呢度係一處融合傳統維吾爾族居民同埋特色商業文化嘅地道夜市。大家唔好太早嚟，因為要過咗9點以後先至越夜越精彩。一早起身，我哋就拼車去哈密大海道。拼車價錢包括4人4驅車同埋韓泊服務。我哋由東門進入大海道，略略咁參觀咗幾個旅遊點之後，就向北門方向
正式走入雅丹地貌群。好多媒體同埋遊客都形容呢度係地球上最似火星嘅地方。司機哥哥仲同我哋影咗好多航拍照，睇落都幾有型。不過今日最大嘅收穫都係能夠參觀哈密大海盜，呢度可以話係新疆必到嘅旅遊點，好值得推薦。第日一早我哋就 book 咗架 BJ40 四驅車，開始我哋哈密3日自駕遊。第一站先去巴里坤鎮。我哋往山上走，到達海拔1903米。沿途天氣好唔穩定，有風沙同埋落埋雪添。穿過冬天山隧道，全程12公里。從隧道出嚟之後，藍天白雲，真係好神奇啊！我哋而家正在行走喺昔日嘅絲綢之路。行走咗160公里之後，終於到達巴里坤城。呢度係世界聞名嘅巴里坤湖，佢係由天山雪水補給形成嘅高原鹹水湖。時間差唔多，我哋又要繼續下一站。天山就喺我哋右手邊，呢隻又似羊又似電單車嘅物體係乜嚟㗎？好快我哋就揾到一間餐廳食晚飯啦。呢度仲可以有包廂添，食乜嘢？當然係新疆菜啦。一早起身離開巴里坤城之前，一定要遊覽下佢哋嘅巴里坤古城，跟住我哋就正式開始第2日嘅行程。穿過2個古城牆，我哋就正式離開巴里坤城，沿住 G575 國道向三塘湖鎮出發。因為 G575 國道地靠國界，所以沿途有好多邊境檢查站。高速公路路面平整，標線清晰，沿途仲見到好多風力發電機。揸咗一段時間，沿途都見唔到好多車，兩旁不斷見到好多基建工程喺度進行中。到咗路口位，我哋向右方向行駛，哇！突然間交通變得好繁忙。我哋終於到達三塘湖鎮，先停一停車，司機 Andrew 接棒繼續行走國道 G331，向E5方向行走。E5 152公里，
成段路我哋經常見到風力發電機，同埋見到好多貨車向北面嘅方向行走。貨車數量遠遠超過私家車。咦？呢度有個交通督導員喎。原來係運送風力發電機機翼。仲有少少嘅交通意外添，好彩冇人受傷。到咗酒店之後，已經有警察同移民局人員等候我哋。好彩我哋出示邊境許可證去證明我哋合法旅遊。休息咗一陣之後，我哋就揸車入伊吾胡楊林，啱啱喺佢6點鐘關門之前進入。胡楊林被譽為第三紀活化石。林區按樹齡劃分，由生而不死1000年，至到9000年以上都有。園內仲有好多小動物。胡楊林總面積大概47.6萬畝，車路38公里。我哋好匆忙咁遊覽，全程開車都要睇到晚上9點半先至離開。最後一日自駕遊，我哋返回哈密嘅途中，先遊覽幻彩湖。沿途都見到好多牛羊。依家海拔點係2002米。沿住國道 G249向東天山出發，直上東天山呢段路有7公里，彎位好多。終於我哋到達東天山嘅最高點天山廟。由海拔2742米落山啦！還車前裝返滿個油缸先。3天自駕遊圓滿結束。返到哈密，一朝早6點半就出發去工人市場，因為呢個市場早上9點半就會結束。嚟呢個市場可以體驗當地街坊日常嘅生活。
同小販叔叔傾下講下，當中學咗好多當地生活小常識。哇！原來佢哋係用英國著名超市 Morrison 嘅購物袋。跟住我哋嚟到大十字街，呢區係維吾爾族嘅主要商業區。Andrew 仲幫襯佢剪頭髮。買靚衫，我哋仲食埋下午茶添。黃昏時間，我哋就去咗哈密博物館，仲有個靚靚導賞員幫我哋講解哈密歷史。哈密係新疆絲綢之路嘅第一站，新疆面積足足有3個法國咁大添。跟住我哋行過隔離嘅哈密木卡姆傳承中心。木卡姆係維吾爾族嘅一種雜歌舞樂器一體嘅綜合藝術，依家已經納入世界非物質遺產。最後我哋行咗大概5分鐘，就到咗著名嘅阿勒團古街，喺度享受我哋喺哈密最後嘅一個晚上。呢一日我哋嚟到鄯善，先到侏羅紀博物館參觀。黃昏嘅時候就去庫木塔格沙漠，坐4驅車行走一望無際嘅沙漠大地。喺鄯善嘅第2日，我哋包咗個車，準備遊覽鄯善周邊嘅旅遊點。第一站到吐魯溝麻扎村，未入村之前見到啲9唔搭八嘅展覽，真係奇怪。呢度係古老維吾爾族土坯村落，被譽為民族活化石。黃黏土嘅房屋同色彩鮮豔嘅外牆相映成趣。新疆係絲綢之路嘅要衝，所以好多村落仍然保留咗豐富嘅佛教石窟遺址。吐魯溝峽谷全長8至9公里，就好似一個大地被斧頭劈開嘅裂縫，景色震撼。新疆大莫土藝館又稱為萬佛宮，係以生土藝術為核心，集佛教藝術、
絲路文化一體嘅獨特景點。離開萬佛宮大概5分鐘車程，我哋就到達柏茲克里克千佛洞。呢度保存咗好多佛教壁畫同石掘群。下一站，我哋參觀擁有50年歷史嘅樓蘭酒莊。參觀酒廠，了解製造過程同埋儲存嘅方法。當然唔少得要品嚐下具中國特色嘅紅酒、白酒同埋甜酒。離開樓蘭酒莊之後，我哋就坐巴士去蒲昌村。蒲昌村係世界上少數建立喺沙漠旁邊嘅老城區，村裏邊嘅房屋充滿西域風情，係典型嘅綠洲村落。晚飯當然係食新疆菜啦。一早我哋就坐火車到達吐魯番。食完晏之後，我哋就去參觀交河故城。交河故城公元前2世紀已經存在。為咗方便遊客了解歷史，景區特別仿照咗古城昔日嘅樣貌同埋生活習慣。呢度仲有網紅做推銷賣廣告。最後就係要參觀交河故城真實現狀。佢係古絲綢之路北渡嘅重要樞紐，同西域都護府所在地，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被譽為世界上最完美嘅廢墟。黃昏嘅時候，我哋就去咗大華商城行街買嘢。呢度生活配套應有盡有，價錢仲好相宜添。晚餐我哋去咗著名嘅西遊夜市，大飲大食，度過咗我哋喺吐魯番嘅第一個晚上。喺吐魯番第2日嘅下午4點鐘，我哋包車去參觀高昌故城。溫度雖然係35度，但體感有45度。吐魯番不愧係中國火爐，因為實在太熱，我哋就坐園區提供嘅區間車，坐住嚟欣賞呢一片絲路滄桑同西域文明嘅標誌性遺址。晚上嚟到葡萄夜市，今日嘅天氣最好就係飲返一杯清涼嘅啤酒，消暑解熱。喺吐魯番嘅第3日，我哋決定探索一下呢個城市嘅文化體驗。呢一站就係青蛙巷，呢度係一條充滿維吾爾族百年老巷，以其濃郁嘅民族風情同埋仍然活躍生活嘅古村落氛圍而聞名。
坎兒井民俗園裏邊可以探索吐魯番至今仍然沿用嘅水利文化。出咗園區，大概行3分鐘，你會發現一間老爺爺古董店，裏邊收藏咗好多私有嘅古老民間生活用品，懷舊感極重。跟住我哋坐車去咗蘇公塔同佢隔離嘅郡王府，佢哋係清代吐魯番郡王歷史嘅核心景區。夜晚我哋去返西遊夜市，享受吐魯番最後一個晚上。早上我先去吐魯番美域大巴扎作最後購物衝刺。跟住就去吐魯番北站坐火車去烏魯木齊市。坐高鐵列車大概需要1個小時就到達烏魯木齊。因為今日我哋約咗朋友食晚飯，所以一到酒店就即刻放低行李去見面嘅餐廳。相約朋友喺旅途中見面，真係一件賞心樂事嘅事情。新疆之旅其中一個重點係我哋參加朋友嘅回門宴，整日嘅安排俾我哋度過咗一日純新疆體驗嘅歡樂時光。今日算係我哋烏魯木齊嘅第一日，當然要馬上去新疆博物館了解下新疆嘅歷史文化。食咗咁多日新疆食物，今日改食西餐，然後再漫步欣賞烏魯木齊市嘅城市景色。一早我哋包車去聞名已久嘅天山天池，到埗第一件事就係要登記航拍機，跟住就係買景區門票。坐區間車上山嘅時候，如果坐右手邊係可以睇到天池。到達天池之後，就跟住要買上天山嘅登山纜車。10分鐘時間就直達海拔2706米嘅天山。
從呢個角度望去，可以睇到天山東段嘅最高峰博格達山，佢係海拔高度5445米。我哋繼續往上行，我用咗1個鐘頭嘅時間，行咗大概200米，就到達山頂嘅位置，海拔2964米。呢200米嘅路程對我嚟講一啲都唔簡單，但好有成功感。先鼓勵下自己，飲返杯凍咖啡先。坐返登山纜車落山。到達天池，遊客實在太多啦。呢個時候最好就係用航拍機拍低天池嘅美景，係最佳留念嘅方法。返到烏魯木齊，我哋就繼續享受新疆著名嘅炭燒羊串同拌麵。第二朝一早，我哋坐咗4個鐘頭嘅車去著名嘅景區岡布拉克。呢度係中國少有同時可以欣賞草原、森林、雪山、麥田、峽谷等多種嘅地貌景觀。景區內仍然有原住民生活，飼養不同嘅山區動物。景區咁大，最好嘅方法就係用航拍機從高空嘅角度捕捉全方位冇死角嘅壯麗風景。其實下次嚟岡布拉克，或者可以住1個晚上，俾自己多啲時間慢慢欣賞。新疆國際大巴扎，巴扎係維吾爾語，意思指市集或者係農貿市場。呢度嘅貨物林林總總，方方面面，係買手信最佳嘅地點。但係對我嚟講，我更加鍾意行普羅大眾生活所需嘅市場。對 Andrew 嚟講，文化體驗佢更加有興趣。今日佢就去咗烏魯木齊文化中心。晚上我哋會合之後，先去品嚐新疆漢堡包。
日落就去探索烏魯木齊酒吧區。今日係我哋喺烏魯木齊同埋新疆旅遊嘅最後一日，回望整個旅程，由古至今，每一日都帶俾我哋唔同嘅驚喜。今日我哋搭早機從烏魯木齊返香港，登機手續及出境都好順利。但係機場候機室嘅飲食設施就非常簡單啦。上到飛機最大嘅驚喜係見返我哋旅行嘅時候新相識嘅朋友，仲有就係航空公司嘅膳食好啱我哋嘅胃口。5個半小時嘅行程，我哋平安到達香港。全個旅程19日，我哋2個人一共使咗21,300蚊港紙，平均每日唔使1,200蚊。當中機票係用積分換取，而酒店費用每晚大概300蚊人民幣。自由行嘅使費豐儉由人，但係自由度十足。今次嘅旅程我哋十分滿意。